续来看南投一个姓林的乡亲接到奶的诈骗，对方成功偷用馆长林明珍奶的小号，讲临时需要用钱，爱这个姓林的乡亲帮忙汇50万给伊。这个乡亲知觉到代志无对同，对方应该毋是台湾人，就开始甲试探，用无相关的地号名甲选择的话题。 牛头斗马字，一直甲洗，一直甲洗，洗到尾啊，成功来破解这个诈骗的手法。林先生接到自称是南投县长林明珍的赖简讯，对方一开嘴就要伊汇50万。林先生感觉对方应该毋是台湾人，挑工甲讲如果无 ATM 爱坐船去保利办，对方随甲应会使。 很瞎，完全没有做功课就来诈骗这样。对，在台湾都知道南投不靠海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搭船。南投县无外海，根本唔免坐船。林先生继续讲要先去基山港买票坐船到埔里的八里港，这明显的错误，对方拢无发现。上尾加县长阁讲选择来支持无党籍候选人。林先生用无相关的地号名和选证话题，成功破解诈骗手法。看这样子，他到底了不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啊？那他就一直急着要汇钱的话，我就想说很好玩，就跟他继续玩下去。 趣味的对话引起热烈讨论，有人笑甲变过，有人讲甲加县长母甲真无用，佮有人讲这是反诈骗手法的新管道。 如果跟我们南投县的地理环境不一样的话，甚至有的还说要用县长名义 A 在公所要见面的，这个都是有问题的赖。风头用名义诈骗的南投县长林明珍，真无奈讲最近有真侪县市长拢拄着相共的困扰。伊嘛提醒民众，若是常接到自称是县市长的赖，先莫急要开讲。若是对方常要讨钱，绝对是诈骗，千万唔通哄骗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